你先。我叫梁選手喎。係你咧？我係謝選手啊。好，我哋而家就會玩呢個賽車比賽嘅。OK，咁我哋而家咧就開始計時噶啦。喂，OK，咁準備啦，3、2、1，開始。你睇住先。睇住，係。架車而家咧係喐唔到嘅，我而家係要返回軌道啊！繼續加油，向前，向前，係，哎呀，得，轉彎，我而家已經過咗27秒啦。Go，繼續，Go，係啦，繼續，唔該姐姐，睇住。而家咧係準備轉入直路啦，架車去咗邊？我而家你冇搞我架車咧，我冇搞到你個車係。停，唔好姐姐，繼續行啦，準備，停，時間係1分03秒42。OK， 到下一位選手。等先，我再試多次。冇啦，啲時間。有話運，交盤兩成啊！你俾個係選手準備3、2、1，開始。喂啊，唔該姐姐，哦，睇住，睇住架車啊！喂，姐姐，繼續，喂啊，繼續 go，繼續啊！細佬，OK，準備進入呢個大直路啊！準備，5、